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要来关心在地自私航空。这是宜兰五吉乡海墘啊，乡乡看到鱼啊，那会无张伫死规片。拜二下晡，伫咧五吉乡的海墘啊，一寡白口鱼规拢死去冰冻。量基约啊，一个甲算，这个数量恐惊有2、3千尾。初步勘查，敢若一款鱼啊死，应该毋是环境污染到的。死亡的原因也阁毋知影。不离个乡长也阁有环保局动食物防疫所人员到现场处理，呼吁民众莫捡去食，才袂食了有代志。海岸顶悬石窟仔内底，毋是卡惹印。我近甲看，才发现讲，迄是一尾一尾死去的拍头仔鱼，而且数量真济。伫1公里长的这个海岸线，这个冰岛的拍头仔是安尼铺片。25号下晡，伫宜兰五吉乡的贵水海边，有民众发现到真济死鱼啊，叫冲起来海沙埔。乡长接到报案了后，就随行环保局甲动食物防疫所来到现场处理。我们来了解他是不是怎么样死亡以外。那警方一手帮忙，我们也怕这一个也会产生第2次的这个环境污染。尽速跟东北角尽速来清理这个环境。99%都是单一品种带这个检体回去啊，去做一个那个病原的检测啊，还有那个胃内物的那个分析这样子。专家表示讲，死去的拍头啊，拢是迄落差不多10公分大的鱼仔啊，初步甲估计有2、3千尾。因为死去的拢是同一种鱼啊，所以原因应该毋是环境的污染，也是讲有人来偷鱼啊下毒。也若这个有老经验的钓客，因怀疑讲应该是讲即马是这个拍头啊鱼的生炭期，这个细尾鱼啊真济去互海涌甲拍去咧海岸顶，收袂转去，才会致使遮济鱼啊死去。就一堆死鱼啊，它可能是打上来的啊。然后游不回去啊！这落拍头仔鱼一边死遮济，嘛提醒民众唔通随便甲捡去食，才袂去损伤到身体。也若讲这鱼仔死遮尔啊济，伊的原因要是爱等专家来甲剖开秘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